大家好啊，我係小黃。而家香港兩餸飯店嘅經營狀況可以講係出現咗兩極化，部分兩餸飯店因為租金壓力啦、競爭加劇等原因黯然結業。有啲兩餸飯店好似拳法咁啊，就積極擴張，開設分店，甚至吸引外國食客慕名而嚟添。據講又喺尖沙咀開新店啦，夠晒雄心壯志。我就犀利啦！上次食完灣仔兩餸飯放題大開殺戒之後呢，嗰間兩餸飯店直頭執笠添。嗱，唔係我食到佢破產㗎。呢一點反映出兩餸飯之間嘅競爭激烈，係咪代表住兩餸飯熱潮開始退燒，風光不再呢？話說油麻地有間兩餸飯店，簡直係街坊嘅救星啊！夜晚9點推出35蚊任食，好似好吸引喎。作為兩餸飯嘅狂熱分子，當然要去朝聖一下啦。睇片之前，大家除咗記得訂閱之外呢，都要檢查一下鐘仔係咪撳着咗啊，咁先可以第一時間睇到我嘅影片。認住呢個鐘，睇片好輕鬆，咁就唔使四圍鐘。呢個任食兩餸飯係由晚上9點鐘開始嘅，你中意叫3、4、5、6個餸都得，最重要都係量力而為。食物選擇多與少呢，我諗都要視乎翻當日嘅生意情況。餐廳都有一啲堂食座位嘅，俾大家坐低慢慢品嚐。我記得第一晚可以食完再添㗎，過幾日再去呢都係任嗌嘅，但只可以攞一次嘅啫，一次性交易。可能你會問啊，點解咁夜先有任食嘅呢？我諗主要原因係呢，夜晚9點鐘後幫襯兩餸飯嘅人就唔多，兩餸飯店又唔想浪費食材喎，同時又想增加生意額，所以就推出任食啦。其實咁樣做仲好啦，可以減少浪費，客人又可以品嚐到多款食物喎，可以講係雙贏嘅局面。我就叫咗5個餸，另外加5蚊要咗罐可樂。始終食物放咗一段時間啦，食物有啲微暖，有啲呢就變凍，在所難免噶啦，就好似日本超市特價時段一樣道理啫嘛。我食兩餸飯基本上同生炒骨畫上等號咁滯，酸甜嘅滋味呢絕對係撈飯神器之一。生炒骨酸甜適中，好開胃下嘅，品質同坊間嗰啲水準質素差唔多。魚香茄子係一款鹹香層次分明嘅食物，呢款魚香茄子調味就唔算話好濃嘅，淡香嘅味道迎合咗大眾嘅口味。雖然我私心咁樣諗啦，想濃味啲，咁先夠野味噶嘛。軟糯嘅茄子呢，略帶輕微嘅辛辣。一見到梅菜扣肉就好似選妃嬪咁，就揀佢啦，馬上成為咗我嘅獵物。最吸引人嘅地方呢，當然係肥美軟滑嘅脂肪啦。扣肉一夾皮嗰陣呢，係幾塊黐埋一齊，要先分開。扣肉嘅表面略為硬身咗啲，肥肉嘅油脂感就冇預期咁濃郁。梅菜嘅風味呢，亦都係中規中矩，睇嚟我期望太高啦。酸豆角係另一款餸飯神器，爽脆嘅口感，酸鹹嘅滋味呢，再次證明餸飯神器嘅地位。酸豆角嘅辣味就唔算話好強嘅，即使唔太食得辣嘅朋友都好啦，應該都接受到。飯再加埋酸豆角呢，真係會令人食完一啖又一啖㗎。番茄炒蛋睇落好似平凡嘅一道菜，估唔到番茄係鮮甜多汁，一咬啲汁係咇出嚟㗎，配上雞蛋嘅蛋香呢，呢款食物有驚喜啊！真係唔可以睇少呢盤嘢啊！呢個大盤都幾飽下㗎，我太高估自己嘅能力啦，早知就叫小飯啦。35蚊有5個餸都算係咁㗎啦。本來我都想試多啲㗎，不過實在太飽啦，食唔落。過幾日又再嚟過，食物款式都係差唔多。我見到仲有雞髀出現添，呢次唔可以失威啦。我就叫咗酒飯，叫咗7個餸，魚都係加5蚊，再加可樂都只係45蚊咋，邊度揾到啊？阿姐問係咪食得晒？今次有備而嚟，一定食得晒。唔知道係咪星期日關係啦，人客就比平日少。一次過食到7款，2個字形容滿足。蒸倉魚加5蚊就有啦，都算係抵食嘅。平時茶餐廳食都唔平啦，我應該叫職員淋少少豉油啊。而家就單靠豆豉蔥花，條魚就變得有啲乾。急凍倉魚肉質偏實就在所難免噶啦，但係加5蚊就有魚食喎，唔要求得太多噶啦。
麻婆豆腐就冇乜太多技巧嘅，最重要都係個調味。麻婆豆腐鹹鹹辣辣嘅味道呢，係辣得過癮，令人食慾大增。我應該要少少飯啊，因為呢款食物係幾好送飯嘅。冇飯嘅話呢，感覺爭啲啊。我食車仔麵啊，都中意食豬紅噶。至於兩餸飯，又真係比較少揀豬紅噃，通常都係揀肉多啦，好似抵食啲啊嘛。但係太多肉又驚太飽，所以就揀咗豬紅。豬紅鹹鹹地，質地柔軟得嚟，有彈性。沙爹肥牛金菇就係貪佢個汁夠香濃野味。呢款食物嘅精髓在於個醬汁，濃郁嘅沙爹醬融入喺金菇同埋肥牛當中，金菇軟滑爽口。食咗咁多嘢，食金菇好啊，包你有助排便。至於牛肉就略為有啲韌。椒鹽炸豬扒呢，就勝在啖啖肉嘅，唔似用醬汁整嗰啲豬扒咁。如果唔夠熱變腍咗嘅話呢，就算調味幾好都好，口感始終係爭啲㗎。排骨味道較為平庸，冇令人留下太深刻嘅印象。黑醋骨無疑係今次嘅壓軸食物，越嚟越多兩餸飯店都可以品嘗到。黑醋骨炸過，再加埋酸甜融合嘅醬汁去煮，令人胃口大開。我就中意佢醋香味道濃郁，而唔會話好搶嘅。相對頭先嘅排骨，黑醋骨喺風味同埋層次感更勝一籌。呢次一次過挑戰7款食物呢，食完真係好飽啊！好彩叫咗走飯咋，否則應該食唔晒。一個價錢就可以選擇多款自己想食嘅食物，呢個做法係幾好嘅，又唔會浪費啊嘛。你話佢好好食，佢又未至於，但係都合乎預期嘅，經濟實惠，對得住價錢。當然你就唔好同我講食物唔夠熱啦，想熱嘅咪早啲嚟咯，都算抵食噶啦，賣晒就冇噶啦，啱晒一啲遲少少收工嘅朋友嚟食。最後介紹前往方法，大家可以坐地鐵去到油麻地站，然後就由 C 出口離開，過對面馬路後轉右，前少少就係兩餸飯店啦。講起夜繽紛咯，之前政府就大力推動夜繽紛，希望帶動經濟啦。等我又去下好耐都未去過嘅廟街，睇下夜繽紛搞成點先。以前呢度嘅餐廳呢，都中意將座位擺放喺餐廳外面噶，交罰款就當食生菜。政府整頓之後呢，而家就整理得多啦。不過大家覺唔覺得呢？油麻地方向嘅廟街好似變得冷清咗啊，遊人都唔多。何謂之夜繽紛？你見到佢哋唱得咁開心，載歌載舞，就知係夜繽紛支持者啦。廟街作為夜繽紛嘅主戰場之一，佐敦呢邊就相對熱鬧啲嘅。呢邊主要係賣一啲成衣、手袋、紀念品，我就比較少喺度買嘢嘅，都係以遊客為對象。見到啦，都有一啲遊客嚟參觀嘅。嘻嘻，旁邊嘅巷仔仲繽紛啊！你去下就知我講啲乜嘢噶啦。吳松街臨時熟食小販市場，雖然寫住臨時，都臨時咗好耐噶啦，可能呢度夠晒特色風味啦，特別多人幫襯噶。廟街夜市作為重點之一，多款香港街頭美食都可以喺夜市揾到嘅。呢度就勝在夠集中。廟街夜市啱啱開幕嗰陣，因為有新鮮感，當時都吸引唔少本地同埋遊客幫襯噶。連人氣 YouTuber 唔係我啊，而係 iSoSpeed 亦都曾經嚟過廟街拍攝。時至今日，人山人海嘅情況已經冇再出現，同其他地方嘅夜市嚟相比呢，真係有啲冷清啊！講緊當時只係8點幾咋，見到遊客都仲有嘅，但係本地人又真係唔多。我諗主要原因，食物價錢係原因之一啊！一份魚蛋燒賣都要20蚊，哇！呢個價錢，我喺葵涌廣場啊、旺角中心都食得好豐富噶啦。夜繽紛要維持落去呢，相信要加把勁。其實香港仲有冇夜繽紛㗎？今集時間差唔多，記得要訂閱、讚好同埋撳埋旁邊嘅鐘仔。多謝各位收睇，開心嘅時間過得特別快，又係時候講拜拜，拜拜。